这是咱做要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8节。新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8节。白为圣经伫103页，其他版本写看银幕。有一个法利人，名叫尼哥尼布，是犹太人的官。每次来就近耶稣，对伊讲：“拉比，阮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，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伊伫地，就无人会惊你所伫遮的情业。”耶稣因伊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。”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会看见上帝国。尼哥尼姆对伊讲：“人已经老，怎样会顶头生？减会搁入老母的腹肚来生嘛？”耶稣因讲：“我实实甲你讲，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生，就袂会入上帝国。对肉体生的是肉体。”对神生是神。第7节，我讲，恁的确着顶头生，恁不急掠做奇怪，风出伫意思来吹，你听见伊的声，毋知伊是倒落来倒落去。见若对神生的也是安尼。尼哥尼姆对伊讲：“怎样会安尼呢？”耶稣因伊讲：“你做一切的先生。”也毋知这嘛，我实实甲你讲，若是讲阮所知的，干净阮所看见的，若是你毋接纳伊，若是你毋接纳阮做见证，我甲你讲地上的事，你上过毋信；若是甲你讲天顶的事，你兼要信。第13节。无人会上天，因为伫天里，人子对天降落的那定，搁身上摩西举起蛇伫旷野，人子也是的确着安尼受举起，互见若信的人点伫伊来有永活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。会得到永活，伊听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先注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拯救。信伊的人无受审判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审判，因为伊毋信上帝独生囝的名。以上，这是咱要请题目书来讲道。伊的题目是改运换命字，改命转运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当把悲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阮平安经历一礼拜，也感谢你主力，阮有福气可以当来敬拜你。但阮今仔日是阮的福音的主力。就是阮要跟有关今年阮所讨论的题目，就讲到要安怎改运命运的即个问题，阮要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三甲对你话语来明白，阮的命乃是主你所创造的，你是美好的上帝，你是美好的神，你创造阮当然是美好的命伫阮的身上，为何阮常常佫感觉阮的命无好？啊！求主开阮的心门，互阮有属灵的智慧，会当明白。你也想使阮有属灵，你想使阮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会当来敬拜你。我咱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那今仔日是咱的即个福音主日的第2个主日，咱伫2月初5的时阵，咱要讲起即个议题，就是讲命运是啥物天注定。咱最后答案就是讲是。命运是天注定，只不过这个天是倒一个天来定。
咱所熟悉的天，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天，就是主上帝。毋捌即个上帝人，迄个天可能是伊毋知影倒一个天，是灵界的一个部分啊！定。你若知，你即个天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伊是美好的上帝，安尼你的命应该是好命，毋是歹命。但是你若毋知的时阵，你的命恐惊就是一个歹命。那歹命无要紧，你倒转到伫主的面前，佮一摆来认捌主的时阵，你将你的性命交代伫伊的身上，你的命就要变做是好的命。那今日咱佮进一步要来看，为什么上帝赏赐互咱的是好命？拢应该是一个，伊是美好的上帝，所以赏赐伫咱身上应该是好。为什么咱袂当感觉到？为什么咱使用佮感觉咱的命敢若真无好共款？为着安尼，有一个人就会去算命。想讲算命了后，先知影伊到底是如何，甚至会当按根据所算出来的，伊会当伫迄所在安怎行来解问题的。所以咱今日要三角来看即个问题，叫做解命转运。咱原来是讲你袂当命变会当改，你会当用运伫迄所在来改来转调。但是今日要甲咱讲，你的命会当改。咱的命本来就是好，为什么变无好？咱慢慢知，因为是咱犯了罪的原因。咱感觉咱的命无好，咱常常有人去做，就是去算命，就是直接要问讲：你毋知有算过命无？咱根据调查，咱台湾90%的人相信命运的这种代志，75%死个中间有3个人有算过命。伫无新论的这中国大陆内底呢，有3.6亿个人算过命，因拢总13亿左右，所以差不多1/4强，因会去算命。伫即个无相信有神的所在，伊嘛会去算命，伊毋知要算啥命，我是毋知。既然你都无神啊，哪会阁去算命？但是这互咱知讲，咱常常对咱的即个性命，咱的命运。咱常常顺着一个真怀疑，真毋知要安怎，无迄个确信伫咧，无即个感觉真不安伫咧共款，毋茫当去知影着一个物件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问咱讲，人为何要去算命？伊是带来甚物？即个命算了时，到底是带来什么物件伫你的身上？咱家己会使想看觅啊。台湾是4个人内底有3个人就去算命。我相信咱中间真侪人捌去算过命，牧师嘛捌去算过命，是以前的时阵。但是我了解以后，咱就伫迄所在无，因为咱的命毋是遐算命咧，甲咱控制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讲。但是你算命时，你绝对有一个意思伫咧。我去算了是要伫咩？你要伫一个你想要伫的答案，还是想要知影迄个神甲你讲什么答案？带来到底是毋茫，还是我要安怎去防止？你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？那讲了是好的时啊，你就来相信；讲了无好，我就卖信，过来找一个，去算看卖，算到一个完全我介意，我才停起来。啥物才就安尼？咱是自我麻痹家己，还是安怎？还是家己看了若好伊，就感觉自我感觉良好，安尼就好。算命到底是为着什么？为什么遐尼侪人要去算命？咱就使想看讲，假使算命是一真准的，甲你讲，你以后要安怎，第时要安怎，第时要安怎是？你想看你的性命，若已经知影讲明仔载要安怎，10年后要安怎的时阵，你的性命，你会感觉你活了较欢喜个？你会感觉讲，我哪里我努力要创什么？我努力到要死嘛，袂超过迄个。我若无努力，嘛会到迄个。安尼我要努力什么？我活了就失去伊的意义伫。你的生活就真做袂是真精彩，因为迄个已经是固定伫迄个所在。上帝有将迄个终极目标互咱知影。上帝毋茫每一样拢会当得救，但是中间的路要安怎行，伊互你的自由意志来决定。你若行伫伊所欢喜的即个路上的人，你就得到祝福。你想象平安喜乐，甲你送较做。若无你就安尼跌跌撞撞，你就真艰苦，当着真侪不如耶稣伫咧。但是你若搁倒转到伊面前，伊就搁伫，你就搁有迄个毋茫。咱是毋是应该有即种想法伫咧？啊是咱一定爱去算讲，我已经知影头前是安怎，所以我明仔载要安怎，我已经知影，安尼我再来过日子。你想我迄种日子，敢是一个真？你会感觉真喜乐啊！我相信你会感觉真无聊的咧。
因为我已经知影我明仔载要创啥，我以后要创什么。上帝互咱的生命乃是充满了茫的，这个茫有咱人爱努力的部分。当你若努力的时，你就当得到更较好的这个结果的。应该是这种，毋是讲我有努力无努力，拢总是共款的咧。不管安怎，这样要去算命，其实命咱华人的这种命学内底呢，有分做4种的这种4类的。头一类是伊用算的。这参与咧讲，就是这个算八字啊，算紫微斗数啊。你问讲你啥物迷信？伊知你讲我毋是迷信的，我是根据科学的这种统计，其实这是一个统计学的这种物件。当这个物件拢总结做伙的时候，经过几啊千年来，遐尼侪人当着这个，当着伊所当着的，甲归纳起来，甲分类了是，伊会让写在讲你在算八字，原来一个人的性命是倒一个八字，就是讲你出世的年、月、日、甲时间，这4项来换做是八字出来时，就是你的性命伫咧。咱较咱佫讲佫较清楚者，紫微斗数嘛是共款安尼，类似安尼时阵，这内底就当然有足侪这个无共款的这种这个因素伫咧，互你会得到无共款的答案的。但是佫较侪答案，你嘛无可能得到60亿的这个无共款的情形伫咧。加加是几啊10万啊，定。咱世界的人是有60亿的人，敢有影会当归做几十万安尼啦定？世界某一个所在，伊的性命甲你完全共款，毋是一个人，佫几啊个是安尼。你会当想象是这种情形个。我相信，那是一个关联大关联的创造主，伊绝对袂创造是安尼。所以不管啊，咱就用头一个算法，就是讲咱华人讲算命，这是有根据的，是科学的，所以大家会当相信吧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是讲用看这个相，看相来算命。有人看面相，看你的这个人中偌大偌长啊，你这个鼻啊，这个皮毋知偌高。耳啊，即个耳垂毋知偌大，你的命大概是安怎？讲即个若大是大富大贵，但是咱毋捌看过去食，有影即个足大无？嘛是有这种情形，敢有影看人的面相，就会当知影噶。有人看手相，手讲你倒一条是你的性命线，倒一条你的事业线遐。我记我伫高中的时阵，你阵咱咧放啥？有真侪人咧放我昨去学习着一个看相，来你我。手我甲你看看你以后有偌侪囡仔，我才高中尔啦，甲讲你有偌侪囡仔，看我囝仔只2条，你以后2个囡仔，果然是2个囡仔，到底是要真还是假？看手相，我那时阵已经有一个非常有名，关西一个摸骨的人，这有够神的，这安尼摸了足厉害，讲一个故事来证明讲伊足厉害，伊是青面的。所以有一天讲，蒋经国去互即个青面摸骨，就摸了伊，马上徛起来讲那你是大富贵的人，绝对是一个非常的即个尊贵的人伫咧。虽然话就传出来，毋知是伊家己传的，咱就毋知影。就表示讲哇，这个足厉害，目睭青面，是有人甲讲我嘛毋知，但是就讲这足成的这意思伫咧。看风水，讲这风水，你着安尼这。有灵界中间的这个安排，甲咱目睭看的就是无共款的，所以你着照着灵界这种，着去摆这个方位的时阵，你会受到祝福。若无，你着去当着伊的路共款。这可能我有一个例会当讲咱，这是伫我的心上所发生的。你看见讲有这个相，用相来这看这个相，伫迄所在来讲到你的命运是如何。第三种是啥？用灵，这灵中间的是。用伊会当通灵，不管是伊安怎求这灵界安怎附身伫伊身上也好，还是用其他这工具伫迄所在来算命，又用这个易经、易经伫迄所在，嘛有用米卦。什么叫米卦？你毋知听过无？我是毋捌听过啊，所以我就伫电脑顶拍米卦。伊走出来讲安尼无米卦，伊走出来北斗米卦。这是咧卖米单还是啥物啊？恁来一北斗出来是，伊个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因当初录影起来，你会使入去看2分外钟尔啦。我咧试入去看，原来就是有一样去学习安怎用米来算命的。伊伫个所在，人就甲访问，伊就桌顶下咧一个
这个岛内底呢有这个米，开遐看就是普通米。因为讲这个米有特别境界无？是啥物特殊的？伊讲无，我有特别境界尔，但毋是啥物特殊的，普通米尔，更较完全较水安尼若定。伊讲这个米得换无？伊讲免啦，那是你若想要换就换，是其实无遐尼大种规定的，啊无你安怎算命？伊讲你着首先先问代志，想一项代志，然后你着安尼，这米摕起来下一尊伫咧，搁下拢总下三尊下咧，啊伊无叮当，伊着安尼看，看你下米有几粒。啊！你比下了了的情形到底是安怎？形状安怎？伊就伫迄所甲你讲，你要问的即个问题，爱按伊的答案是啥物？迄个好问来问讲，啊！你这是迷信还是啥？伊讲无啊，这是科学的，阮是根据这以前的人安怎留落来，啥等等遮伊的意思是讲，我透过灵界的即种通，会互伊知影了，伊伫遐来会当讲出来你的问题，这是叫做米卦的咧。甚至有这啥物叫做这？雀卦还是有抽签啊，等等遮的，拢总人诚侪讲有灵咧帮助咱去抽到即支签啦，毋是遐尼无遮尼多，你来去抽到即支，哎，所以有大概意思伫咧。佮有啥物仙？几啊，满是伫高中的时，迄个流行啥物？流行碟仙，迄是一个敢若底豆油迄豆油碟啊，豆油碟啊，迄吼碟仙吼。细盘尔呢，啊，你甲变过来是安怎？顶头出来有一个剑头，然后附一张大张纸伫咧。这个大张纸内底密密麻麻全字了了。伊讲你着变过来下咧，啊，手甲下咧，看整个看咧，就袂使出来咯。啊，你先来想啥物代志？啊，即个碟台语安怎讲？碟啊！这碟就安尼行，开始行到一个所在停落来。你看迄个箭头是几倒的？伊就是咧来讲，你的答案就是即个。哇，迄阵足风靡的，足多人咧算的。啊，逐摆有共款的答案无，我就毋知。但是真侪人伫遐咧弘扬即种方式。伊讲这就是有即个灵伫迄个所在，黑暗的势力伫，因总认袂讲黑暗的势力啦。伊讲有一个灵界伫迄个所在，知影你想要问的啥，啊，就用安尼甲你讲。因为伊无办法，亲像咱用身躯出来甲咱讲，但是用种种方法，互你知影。但咱看见讲，即个命学中间，其实有足侪即种方法。有你对即个你家己用算的统计出来以后，啊，统计学诶，即种经过几啊千年，还是几啊百年了，是统计出来即个答案伫咧。后看即个面相，后求即个灵界来帮助伊的，但是嘛，佫有第四样是用骗的。伊对这三项拢普普知影，但是拢无真精通。但是伊会让察言观色，看你这个人要来算的人，你的面安尼真安尼喜乐，啊，只不过你要过来问讲，我这个婚姻毋知好啊毋好时，啊，看你就嘴笑目笑，当然是好的啊，就开始讲好的，无一直讲哦，哇，足下我的意思伫咧咧。啊，若一个面真忧愁的，哎，就讲你厝年伊代是当着啥物代志，哇，咱就信是讲哦有影哦，安尼。所以就用这种方式，伊知影部分，然后伊去加上伊的察言观色以后，伊就只讲出来，互你非常相信的。甚至有人安尼就去骗财甲骗色的咧。我以前嘛捌讲过一个故事，讲有四个人要上京要去考试，问讲阮去问一个算命，讲阮到底会考了结果是安怎？迄个算命敢若记真尔，啊无讲任何话语。因就想安尼，就一定一嘴要当选安尼，啊考调安尼，去考了倒转来时，果然4个拢调。去讲哇，你实在太厉害！你这那还搞算安尼就讲算出来，伊会笑笑讲，我也无讲啥，我记真尔。你若拢调叫做一嘴当选，一嘴调；啊若拢无调嘛是一嘴无调啊。啊若一个调啊，就一个调啊。啊若3个调啊，一个无调啊。啊，那2个调，啊，就一半的人调啊，所以是你家己想的，啊，毋是我想的。这是咧讲一个笑话，讲人算命其实察言观色，看咱到底是安怎。但是不管倒是即个命学，为什么咱会去相信？为什么咱会想要去算？为什么伊会敢甲你算？因为原来因拢想讲命运是天注定的，是无办法改变的。你会当改变是你的运的部分，你来改变。你的运改变了时，可能你会当互你的命更较好。较袂受到遐尼侪即个艰苦伫咧，因中间上个大的基础就是咧迄8字，
八字华语版是讲四柱八字啊，四条八字，四条是咧讲啥？年、月、日、时，这叫做四条对咧。然后伊的八字是啥？每一个拢总有这种天干地支吼，两个甲配合起来，像讲咱讲子丑年呐、什么寅卯年呐、就是用这个来去斗起来。所以这有几个可能性伫咧呢？年有60甲子，月有12个月，日伊嘛用60个甲日，时2点钟算一时，所以拢总12时，所以是60乘以12乘以60乘以12，咱用心算的人算看卖到底是偌济？518400。甲咱讲，咱的性命60亿个人，当然甲咱分到518400人定，敢有影是安尼？不过这呢，真显然呢，真显然真侪人受到这方面的这个影响伫咧，还是一时受到影响，嘛有这个可能伫咧。牧师也未做牧师以前的时，是咧伫这个商场上吼，我是开发这个丹尼尔电子英汉字典。迄阵伫台湾算是即个电子的即个字典的算是头一只，所以非常的即个辛苦伫咧。你爱一直开发新的机种出来，啊，若无后壁一直跌来。啊，若对客户的时，你着去解说讲，我这生产线，伊无相信讲你甲英文拍拍，甲起字输入，伊就写出来讲你即个英文的意思是啥物？像发音也拢有安尼。伊讲哪有遮好的物件？啊，阮的牌子叫做丹尼尔，伊讲你啥物叫做尼泊尔的？我讲无啦，你3字着2字尔，但你又毋是尼泊尔，安尼真侪这时间随叫甲因解说这种嘢，所以有一压力非常大咧。有一天差不多10点外的时，有一阮的这个经销商带一个伊的客户来到阮的店内去问一寡问题。无啊久讲伊迄个人客呢，为这个库店咧摕一个罗盘出来，这罗盘顶头是为这个易经的迄个八卦伫。我讲你咧创啥？我讲你看你即个办公室如何？我讲好啊，你看，行，洗一轮倒转来，因甲我讲啊，伊讲我来讲吼，你坐伫迄个岛的人吼，捌发生啥物代志？坐伫迄个岛的人捌发生啥物代志？坐伫迄个岛的人捌发生啥物代志？对啊，毋对？完全正确。何爱即种，哪有遮厉害？到底是安怎？讲啊，你毋知，因为我所看的是灵界的物件啦。为什么我讲迄个岛啊，伊有即个受到这问题？因为灵界时，伊所坐迄位拄啊好是因即个行军要行过的所在。即灵界大军要遮经过，你甲挡一个岛啊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当然无欢喜啊。所以伊就互你安那，互你当落一寡不如意的代志。啊，迄个拢有解说就对啦。哇，敢有遐遮尼个？啊，无你即个灵界代志，你是安怎知影？伊讲我后壁有一个小鬼、小鬼一个啦吼，咱拢讲有养小鬼啥，就是即个黑暗设的内底上界睡迄个地方的即个鬼伫着。伊讲我有啥物代志拢是问伊，伊会甲我讲。我讲你的范围是偌大？伊就讲我有范围偌大，其实无真大啦吼。但是对咱来看已经是算大，但是对整个灵界来看，迄是一个无真大说。我若超过即个要安怎？伊讲伊有电视啦。这电视含电视讲了以后，伊就知影。所以咱问别位，伊嘛会甲你讲安尼。哇，有即种的情形，用含拿咧，这也无啥物稀奇啊。我甲你讲哦，足侪只你看即个商场内底有名，什么人讲名互我听。伊嘛是请我做老师啊。啊，请你做老师要创啥物？伊讲你甲你的八字互我。啊！你若当着这项代志的时，你若这项代志你毋知要安怎做决定哦，你着敲电话。当时马上爱敲电话现场。啊，我电话中间我着甲你讲爱安怎行，我讲你安怎看。我我着手着举讲，我着安尼，即个安尼算的安尼手指的以后，着知影讲啊，你这项代志应该安怎做。我结果如何？啊，结果你着知影即几个人伊做规拢真顺的啊，就是因为。我背后甲伊指点的啊，遮尔好的代志哦！啊，阮的即个生理做久嘛，较淡薄仔困难哦。啊，阮若要安怎，我来当安尼，啊，你八字互阮啊！迄时已经是魔鬼已经爬去啊。好，讲到刷因差不多是早起2点啦，倒转去，这个牧师娘，有前迄阵毋是牧师娘啦吼。
明仔载会记咧哈，8字拢甲我传遍哈，就去困啊。你知我今日刚早起顿着啥代志无？早起起来已经去到客厅，已经2个牧师坐伫遐咧等我。原来牧师娘比我信用搁较好，像一个已经收白下去啊。伊搁安怎甲我讲，大家也无啥效，干脆找牧师来较有效。2个牧师坐伫，我看着伊我就知影啊，我长到底是安怎？我讲这闹屁的代志是我已经行过啊，我袂感觉讲安尼是一个我感觉足歹势，袂因为我已经经过迄个阶段啊，我不再去陷入迄种情形者。但是要互咱知影讲，我迄阵是牧师囝，我迄阵是教会的长老，也是非常人感觉我行了真好势，人拢掠我做模范的，我嘛安尼行出来呢。互咱知咱非常冷静伫伫咱这台湾的社会是90%几拢毋是基督徒，拢是即种迷信、相信命运的人。咱非常容易会当陷入伫迄种情形下面，毋通轻视伊。咱虽然咱的知识会当知影讲，我的命运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但是你嘛有真可能伫一段时间中，你就去失迷去，会参像安尼。我会记超1个月前，咱嘛捌看到一个新闻，讲有一个教会牧师安怎行了无好，啊嘛真这逐个人伫遐攻击讲，你看恁长老会牧师到底是安怎？迄个牧师嘛讲，我毋知安怎，我嘛毋知，但是一时我相信是魔鬼迷惑着伊啊。人真冷静，咱咧讲到这命运的时阵，咱拢一直感觉讲，阮是已经受到这种捆绑伫咧。敢有影是安尼？今仔要甲咱讲，咱有一个贵人伫咧。这贵人就是主耶稣，伊要帮助咱，伊要互咱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，毋但会当命会当改，咱运啊会当拢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改。咱认为袂当改变的，今仔要甲咱讲，伊会当改变。咱对今仔这圣经在中间看见讲，来找耶稣这尼哥底母呢，伊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表示讲对圣经非常了解一个人，伊嘛是一个学生，伊嘛是一个老师，伊列比。伊也是这做这个官的人，伊是一个真有地位的人，但是伊对性命的奥妙，伊嘛是无办法。伊就伫迄个所在，知影讲，伊要进入到上帝国，伊无办法。伊知影主耶稣会当，因为伊行足侪信者，所以伊要来问主耶稣，毋通得到这个性命的奥妙伫咧。所以暗时伊就来找耶稣，毋茫会当知影着即个命运认捌即个命运的主宰，会当进入到上帝国来明白伫咧。这时阵耶稣伊甲咱讲一个非常重要即个功课。伊讲：你若要改命转运，唯一的道路就是爱定头先。所以讲这定头第三章第3节的时阵，伊介绍耶稣对这尼哥底母讲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人若无定头先，就袂当见到上帝国；人若无定头先，就袂会见上帝国。咱看起的，主耶稣甲咱讲到迄个重点，爱定头先。但是咱来知影什么叫做定头先？咱甲尼哥底母共款，尼哥底母嘛，伫耶稣就来问讲，那安尼我是毋是人已经老啊，要安怎来定头先？咱是毋是还佫入去老母的腹肚内，佫伫迄所在来生出来，这是定头先。主耶稣甲咱讲迄个生命奥妙，讲安怎？咱人有身心灵伫咧。你若教顾你的身躯的时，你就是伫地面上共款，就是甲动物共款啦。但是你爱进入到只有人有的迄个灵啦。所以甲咱讲呐，你若是你若无对水甲圣神来生的时，你就袂当进入到上帝国。因为对肉体生的是肉体，对圣神生的就是灵伫咧。互咱一个真正甲咱讲，什么一定爱安怎才会当得到定头先？原来就是爱伫灵内底来生。上帝创造人以后的时阵，分一口活开伫人的鼻孔，人就成做有灵的活人。注意即句话，有灵的活人。人敢若活掉的时阵，无灵的时阵，伊只不过行尸走肉尔啦。伊看起敢若是个活人，但是伊却无灵甲伊相个做伙。动物就是安尼，动物有身躯、有智慧的，但是原来伊无迄个灵，所以伊袂当伫迄个所在拜神。伊嘛毋知影有神伫，伊嘛毋惊鬼，因为鬼是灵的物件，所以伊毋知啊。咱到底是啥做迄个有灵的即个活人，爱是毋是？
咱伫这华人的这个命学的伦理来讲的是讲，命是天注定，命已经去互这个咱出世的这个年月日时已经定着啊，所以咱无办法。但是咱若互咱定头生，佮死一遍的是咩呐？咱就无受到这个四条八字的这种影响啊，咱就脱离了这个捆绑伫咧啊，咱不再有受到伊的捆绑啊，因为咱有一新的这种日子生日出来，所以咱定咧讲基督徒有两个生日伫咧。头一个生日是咱肉身的生日，咱的父母甲咱生来，咱无办法改变。但是第二个生日，咱是你衰劣的时阵，你的性命得到更新，你领受主耶稣成做你的救主的时，你的灵已经重新伫迄所在换做符合伫上帝心意的。虽然咱爱真侪努力才让达到，但是主已经互咱一种的福气伫咧。你不再受到咱的这个原来咱肉体生落来这种限制伫咧。咱若知影讲安尼定头生才是咱唯一的路。那安尼讲，咱要安怎会当伫这个所在如何定头生会当来改命转运伫咧？人上界大的这个歹命，会感觉歹命。就是因为咱背逆到上帝啊！上帝伊疼咱世间人，伊是美好的上帝，伊要互世间的人应该是好命才对。为什么咱无办法感受的？因为安怎？咱离开伊的，咱背逆伊啊！咱无将上帝看作是上帝，咱甲家己看作上帝。若无，咱就去认别的神做上帝啊！所以咱自然袂当受到伊的祝福啊！咱就诚做迄个无真正上帝这种歹命的人伫咧。咱若离开迄个美善的神的时阵，咱就诚做无迄个美善的神伫迄所在要来祝福伫咱。咱来看以色列人，咱的国家真容易是安尼，是因为咱90%几拢毋是信上帝啊。但是以色列人是独一真神的这种国家的民族伫咧，因知影世界只有一个真正神啊，因嘛经历了足侪这个神业的，但是因中间因常常去背逆，离开上帝，走去拜别个巴力的神也好，啊去受到刑罚，啊，佮倒转来忏悔，啊，佮倒转来行来，伫迄所在行来行去，然后咱看见是啥物？当你若离开上帝的时阵，你的命就变作非常无好，规个民族拢受到安真不如意的事伫咧，甚至受到刑罚。但看见你因出埃及的时阵，伫旷野中间，因捌几啊摆伫迄所在，人家讲报伫迄所在埋怨摩西，埋怨上帝，为什么你互阮带出来？啊，伫迄所在也无肉通食，无物件通食，无水通啉，佮要互阮死伫旷野。所以有一遍，我安尼讲的是伫民数记，记在民数记20章，上帝非常生气，就差遣火蛇到伫因的中间，去互即个火蛇夹着安就死去，结果死几啊万人伫咧。这百姓就伫迄所在悔改，求摩西安怎向上帝来恳求，怜悯因、赦免因。上帝就爱摩西去做一个铜的蛇，下伫即个柴的顶头。铜的蛇安尼射伫顶头，迄个悬悬，你若去用加着因看伊，你就变，你就加，你就好起来。记载伫民数记20章第40到第9节。你知咱即马迄个咱最军人的神，咱囝仔拢是一个标志，知影吼？你看到这，你知影你什么军？你若陆军的神，可能就是安两支步枪安尼。啊，你若是你若是即个运输的话，我会记你敢若是一个连啊还是啥吼？主参像即种就对。啊，你若什么兵，伊就才有一个记号着。你知影迄个军衣是啥物无？军衣就是一只铜蛇，一个是伫家己另外一个铜蛇铜蛇锁伫即个顶头。这项代志民数记是偌久以前的，主前2-3千年前呢。到目前安尼4-5千年前的上帝的即个行大的所在，到目前啊，伊嘛感觉讲有影这是上帝的恩典伫咱的身上。当你若仰望伫上帝的身上，你才会当得到医好。阮这军人，阮这医生只不过是学着这技术要来帮助人，但是最后嘛是倒转到伫上帝即个面前伫咧。咱看见是知影讲，原来咱拢有一寡
会去犯着罪，会去得罪着上帝部分。上帝开一个门，互咱会当来得到医治。顶头生就是安尼。你若透过顶头生了的时阵，为灵内底顶头生了，你的命就会当得到一个所在改变。主耶稣就是咱今仔日咱所讲的这个贵人同款，因为伊是神对天降落伫世间将这个人，伊要改变咱的命运，伊替咱的罪伫个所在定死伫十字架，来承担咱这个歹命部分，就那参与迄个只重抓同款，行完伫顶头所在，替咱人，咱若看伊仰望伫伊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得到救。这就是主耶稣咧讲，爱顶头生会当得到救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就是安尼讲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见那信的人袂沉沦，袂得到永活，伊听世间到安尼。我相信这中间讲到咱非常意外，袂沉沦会得到永活。大人拢安尼，大人拢意外呐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咱袂沉沦，佫当得到永活。为什么这个人敢讲安尼？因为伊是上帝啊，伊是神，所以伊会当做这种应允啊。啊，那呢这样的代志顶头，咱爱做什么代志？你拢免做啥，你敢做啥？信伊的人，你来信伊就好。所以耶稣是真正迄个贵人，伊今日要来帮助你，安怎帮助？你相信伊就好啊，伊就会当来帮助着你。所以要安怎会当顶头生，会当来得到你的改命甲转运，就是伫圣神的感动下面，咱愿意相信，咱愿意接受耶稣，伊为着咱的罪来定死，然后上帝的耶稣就借着圣神踮伫咱的心灵内底，咱迄个无好的这个性命就得到顶头生，搁再活起来，这是咱讲的顶头生，会重生。你的性命已经去重新一遍啦。你已经是对圣神内底去活起来啊！不再是迄个受到这个世间黑暗世的所污染，迄个已经变质的这个性命，你已经活做新造的人啊！你若接受主耶稣圣神来帮助你，就是安尼。当你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得到顶头生的时，你的命就成做迄个好命。上个好命就是安那，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上帝要用这种祝福伫咱的心中。今日是咱的福音主日，咱望咱邀请咱未信主的这亲人朋友，会当到伫咱的中间，咱会当参讲，因足关心的就是这命运的代志。甲伊讲，你这命运毋是讲袂当改，会啦，当然会改。你若我过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伊就会当改你。伊要安怎甲你改？你顶头生啊！你要安怎顶头生？你信伊就顶头生啊！一步一步，互咱知影讲，原来阮的性命毋是受到这袂当改变的，啊，毋是受到这个八字遐限制条就袂改变。因为你活过是迄个搁较顶头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万物拢是伊创造，不管你科学搁安怎统计嘛共款，嘛是伫伊的掌管下面。你毋知有去找着迄个源头无？你若找着迄个源头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要甲你讲，你若信耶稣，你会当靠圣神顶头生。你若顶头生，你就无受到这个黑暗世界的捆绑伫咧。你的命为歹命就成做好命。其实咱本来拢是好命，但是因为安怎，咱的罪，互咱伫遐咧甲上帝隔断。所以咱若搁一摆倒转到上帝面前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得到这个，搁恢复到原来这个好命。所以伫这个所在要来问讲，结论来看，你若是头一摆听到这个福音的时阵，你要把握这个机会，你会当顶头生，你会当来接受这个主要互你的这个好的这个命，来改变你的命。以后你就免搁去看命，因为你看命无效。因为掌管这命看命的人，算命人，干来当算你过去，伊无办法算你未来。因为过去的代志已经发生了，伊知，伊毋是掌管人性命，但是伊知影过去的代志，所以你无必要去问伊未来这命到底是安尼如何。你只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你若是还未信主的人，这是一个真介好的一个机会，报你，互你知，你的命运毋是袂当改变的。
你若是受到迄个创造宇宙万物而且上帝掌管的时候，你就会当你的命运就变做是个好命的。咱若讲咱基督徒咧，咱都已经衰咧啊！最后所嘛诚做咱的救主，但是你毋知有真正感觉你的命是好命无？你活出来迄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即个活命，即个好命无？你是叫人互你欣赏你，还是互人看伊讲啊？你基督徒嘛是安尼啊？一日到晚的忧愁，一日到晚的怨叹，一日到晚的只要抱怨别人。无，咱上帝互咱的命是好的命，是要凡事感恩呢。凡事你爱非常感恩，爱非常的欢喜才对。但是咱用真正活出来安尼也无。你的命是啥物？甲亲像无信的人共款。你应该明白这个奥妙到底是啥物？你若明白时，你甚至嘛会当讲这别人的这个帮助。所以，毋茫咱对今仔日的这个讲着命运的代志，咱搁一摆来思考，会当明白，咱的命运是上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咧掌管。咱有可能因为咱犯罪，咱背逆伊，所以过断即个去啊。上帝不再听见咱的话啊。以赛亚书甲因讲，毋是伊的手骨短，袂当拯救你；嘛毋是伊的耳孔震动，听袂着你，是因为咱的罪过断甲伊的关系啊。所以你若安尼时，你自然你的命已经上帝，毋是上帝咧掌管，你着黑暗势力咧掌管你。所以你会感觉你的命真歹命伫咧，倒转到伫上帝面前。因为伫历代志下卷，伫顶礼拜咱才讲起历代志下卷第7章的14节讲安怎？讲你若亲自谦卑、祈祷、祈求伊的面，离开你的歹，上帝搁一摆要听咱的祈祷，要赦免咱的罪，要医治咱的土地。你安尼就会当搁倒转到伫主的面前，搁伫遐得到顶头生，你的生命搁一摆来改变，你就无受到这无好旧的这捆绑伫咧。伫即礼拜中间，有即个分组伫咧因，伫遮透过咱毋茫会当伫遐来分享，诚济彼此逐人的帮助。伫即个时阵，我要邀请咱中间，你若是还袂信主，你若真毋茫会当来信主的人，你将你的手下伫你的心的所在，无需要为着恁祈祷。那已经是信主，但是你感觉你的性命还无行在主所欢喜安幽暗共款是安尼，咱要求主会当赦免咱、坚强咱，搁一摆来帮助咱，互咱明白这真道理了后，咱行出荣光上帝这生命的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当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创造宇宙了后，你以来用这好的物件，甲世间人相甲来分享。你就创造世间人，但是你爱这世间人，佫毋是逐人拢参像机器人共款，你就享受伊有自由意志，会当家己来做决定，无拍算人会骄傲，人会软正，受到黑暗势力的这种威胁，伫迄个所在就来背逆上帝。阮看见人就开始陷落伫迄个罪怪中间，甚至无来认主，诚做伊的救主，还是认主诚做救主了后，阮犹原阁有做家己的想法伫咧。但阮伫这所在，我们向主来恳求，求主你赦免阮即种的软正伫咧。迄时阮毋捌主，迄时阮虽然捌主，但是阮阁常常靠家己伫迄所在咧行，求主你赦免阮。你柔软阮的心，你互阮搁一摆存着谦卑敬虔的心，到伫主你的面前。阮爱追求你的面，阮爱伫迄所在离开阮的无好，阮爱常常透过祈祷，甲主来沟通伫咧。主你就搁一摆要来赦免阮，你要搁一摆阮知，你享受互阮的命，乃是好命，毋是歹命伫咧。阮恳求主，你怜悯来帮助阮。阮来祈祷，献上阮的感谢，来尝试要搁一摆用使徒圣经来做阮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日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彼拉多人来受苦。定是假死，埋葬落阴府，
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，打坐你全能的爸上帝大兵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